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今天是8月8号，也是父亲节，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主日早上，我们一起来纪念主，并且也来纪念我们在家中我们的每一位的父亲。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请续阅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一同来敬拜你。愿你施恩祝福，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在各自的家中，或是在所在的位置里，主让我们能够在每个地方就成为敬拜祷告的地方，就成为在那里祷告的祭坛。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个地方都筑起这样敬拜的地方，好让许多的人在那里也看到我们向上帝献上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让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敬拜成为主所悦纳的祭，能够让主来喜悦。谢谢主，也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还有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我们用感谢为祭献给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你崇高》。在新灵粮诗选的第20首，我们可以用这一首诗歌，或是看影片来唱。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感谢主，主的慈爱高及诸天，信实上达穹苍。
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感谢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感谢为祭献给主，就是来荣耀他。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我们周报的底页，或者是我们看投影片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同诵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恭颂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用起应文来读诗篇130篇。请我们来翻开圣经，我们来用诗篇130篇来作为起应文。由诗会这边来起，请弟兄姐妹来应。在白色字体的地方是起应的地方是黄色的字体。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一起来起应。但是因为在拍摄的现场，我们没有办法来实际上的这样的起应，所以每一节都由诗会这边来念。诗篇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的恳求。主耶和华，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我们一起来念：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翻开到我们周报上面的代祷意向，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的需要，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需要，还有各个地方的教会的需要。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的需要，还有这些的我们所看到的各样的事项，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着在非洲的国家查德共和国来向你献上祷告。这个地方的百姓需要你极大的恩典，愿你将你的恩赏赐在这个国家的里面，让基督信仰能够进到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的百姓能够蒙恩，认识上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谢谢主，你差派许多的宣教士能够来到这个国家里面来帮助这地的百姓，特别也为这个国家在疫情的当中能够得平安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北山区的教会，我们为着三重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为着高斯凯牧师，还有他的同工，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平安，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并且传道同工身心都健康，能够在那里他们服侍的时候，所有的奉献，他们所需要的都能够充足，也保护他们在北部的地方也都能够十分的平安。主，我们也纪念我们在台湾的行政首长跟各级的政府官员，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愿你恩待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让他们能够秉公行义，做正确的决定，能够给我们的百姓能够有极大的祝福，让他们所规划的、所安排的这些的政策，能够对我们的百姓有帮助。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献上祷告。特别现在暑假的时间，我们需要你格外的恩典来纪念跟看顾我们在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让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在他们年纪幼小的时候就走在正确的路上，到长大都不忘记。主，我们最后也纪念这些在防疫工作当中的医疗人员跟军警人员，我们为他们来献上祷告。特别他们在第一线的工作，需要你格外的恩典。他们的工作极其有压力，甚至他们的工作上有许多的危险。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工作上能够蒙恩，让他们在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上面能够服务许多的人，也让他们自己得益处、得帮助，保护他们都十分的蒙恩平安。谢谢主，我们为他们来献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也恩待这些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要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课。我们今天所读的旧约经课在撒母耳记下18章5到9节，还有15节，还有31节到33节。撒母耳记下18章第5节到第9节，还有15节、31到33节。由思慧这边来念，或者请弟兄姐妹也能够看我们的投影片上的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撒母耳记下18章第5节到第9节。王吩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万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15节，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着押沙龙，将他杀死。31节到33节，
古示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示人说：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古示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这是在旧约的经课。请我们来翻到新约的经课。今天新约的经课要读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5章2节。以弗所书4章25节到5章第2节。我们一样由思慧来念，请弟兄姐妹来看我们的投影片，或是跟着思慧一起来攻读这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5章2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阿们。让我们再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对，路加福音11章5到13节。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第13节，由思慧这边来念，请弟兄姐妹也一样可以看投影片来一起攻读。路加福音11章5到13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天父给好物，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人
都希望能够从天父那里得到好东西。上帝是好父亲，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就像父亲一样，也必然给我们有美好的赏赐跟丰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期待我们的天父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请大家不要介意啊。有一个年轻人跟他的父亲搭公车，在公车上面刚好碰到有小偷要来偷他的父亲的钱包。那这个年轻人看到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小偷这个打个招呼一下，然后跟他轻轻的讲了一句，他说：“这个人的钱包里是没有钱的。”这个小偷他听到的时候，他心里想说：“哇，我遇到同行了。”这个没想到在车上也碰到一个跟他一样是当小偷的。结果这个年轻人说：“其实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但是呢，我的母亲从来不会把钱放在他的钱包里。”所以意思就是这个父亲出门的时候不用怕这个小偷来偷，为什么？因为他根本身上是没有钱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父亲一定都不会有钱在身上，不是的，而是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当父亲的人，他把他的全部，他把他的生命奉献在家里面，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时要来纪念父亲节，纪念这个在我们当中也许没有任何的声音，也许很少有说话，但是他却是一直默默的在为家庭付出的这个父亲。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祷告，让上帝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刚刚也提到了，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先预祝我们的所有的父亲们所有在我们家庭当中成为父亲的角色的这样的每一个弟兄，我们为他们来献上感谢跟感恩。也许在家庭里面，很多人并不重视父亲的角色，因为大部分都是比较重视妈妈的角色。但是刚刚提到了，父亲在家庭里面或许是默默付出的人，但是却是在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儿女也是一样。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知道，在父亲节跟母亲节都一样，都是教会里面所开始发起的一个节日。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好像父亲节或母亲节只是一个国定的假日，或者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假日。其实这个假日是从这个教会开始的，包括父亲节跟母亲节都是。所以我们先开始的时候，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父亲节的由来。这个父亲节就是由这个杜德夫人这个女士跟她的教会的牧师叫瑞马士牧师，在1910年的时候来推动的。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那他们为了是因为他们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后来这个杜德夫人她就想到她的父亲从小养育他们到长大，因为这个父亲也是一个单亲的父亲，所以他养育他的儿女一直到长大的时候，所以这个杜德夫人认为父亲也应该是要受这个重视跟纪念的，所以他就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后来就在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过世的这一天，来当作是他的生日当作他的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或是用他的生日来当作他的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开始。那1924年的时候，美国总统柯立芝他就支持下成为全国性的节日，这个是在1924年的时候。那1966年的时候才正式签订为美国的一个正式的节日，在6月的第3个礼拜天定为父亲节。所以我们的父亲节跟
这个国际的父亲节或是美国的父亲节是不同一天哈，但是因为我们要纪念的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父亲节，那我们要先了解父亲节的由来。那1972年的时候，尼克森就正式签订，将每年的第6月的第3个主日来当做全美国的父亲节，成为美国的永久的纪念的节日。好，那我们会提到这样的问题，也是因为什么我们要过88节这个父亲节的用意？那一样，这是在纪念父亲的，但是是在1945年的时候，这是在上海的地方，有部分的爱国人士就发起父亲节的活动来纪念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父亲们。那因为那时候是在8年抗战的时候，或者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因为有许多的男生必须要当兵，这些人可能都是家里的父亲或是长兄，所以他们都必须要上战场去打仗。所以纪念这些的父亲，所以这些的上海的这些的名流人士，他们就希望可以定这样的活动来纪念这些在战场上的这些的英雄们。所以联名上给这个上海市政府转呈中央政府，准许在8月8号的时候能够订立为父亲节，然后通令全国来遵行。所以每一年的8月8号就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父亲节。所以8月8号，那因为88又是跟爸爸这个音是相近的，所以定为8月8号是父亲节。这个就是我们的父亲节的由来。所以过去有一首儿歌叫做《哥哥爸爸真伟大》，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纪念。所以愿上帝来帮助，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过这些节日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用意。那当然，父亲的角色在家庭当中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常常提到，父亲在家庭当中角色是重要的，特别一个当父亲的人，他的祝福对儿女是极其重要跟一个伟大的事情。那我们有几位父亲，希望可以在我们的父亲节当中来分享他们成为父亲，或是他们领受到天父怎么样成为他们的榜样，跟他们的这样的学习效法的对象，以至于他们能够来教养他们的儿女。我们教会里有4位父亲，他们是不同年龄层的这个父亲哈，然后他们愿意用这个时间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这样的分享，所以我们就逐位邀请他们几位来到线上来做这样的分享。那我们有看到这4位哈，就是徐德强弟兄，还有廖俊奎弟兄、赵少文弟兄跟于茂林弟兄。好，那我们就逐位请他们来分享他们的父亲节的见证。那我们就先请这个德强弟兄来做这个分享。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德强。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父亲。我想我的父亲这是连国小学生作文都很难出现的题目而且父亲节相对是这个母亲节比较冷门的存在。我想原因无他这是因为父亲是在一般家庭里面存在感最少，而且相对最难亲近的人。这个甚至连你一个父亲之后变成一个爷爷爷爷的角色可能都比这个父亲是更受人欢迎的。我想一个父亲也许他在这个职场上在众人的眼光下工作，那他一板一眼的态度，或是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认真度非常的高，甚至他可能很晚才能回到家或是在家里面的这个时间很少，那或是他在工作上受到了很多的压力，等到了家里面的时候，他如果把这个负面的情绪，或是把或是把工作的态度都带到家庭里面来，我想一般小朋友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在家表现出非常严格的一个父亲因为大家其实是希望一个比较容易亲近的爸爸。那么我想因为这些缘故所以一个父亲他在这个工作与家庭当中的这个评价可能是很两极的。我想这是每一位父亲都可能会面对的宿命那其实我也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一位这个职业军人，当然他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他在家里面也是扮演着比较严肃的角色。那么对我来说就像是
就像是在家当兵的感觉。那我随时可能必须要提防着长官巡视。那么像是一般希望的亲子互动或是这个幽默感哦，其实在我们家就很少会跟父亲有这样子的关系。不过也是因为如此哦，如果当父亲略施小惠，其实那就是成为我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那我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善于交际的人，但他做事是非常的认真。他甚至几年前他才刚读完了硕士。那原来规划他还想要再念博士，但是我想是因为他自己被自己这个过于认真的这个态度有点吓到了，所以他自己也放弃了继续读深造博士啊。那么他现在他一般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啊，唱唱日文老歌或是很久以前他还会考证照。那或是拿着榔头啊、锯子啊，在家里面变出一些新的东西来，然后给孙子玩。那我想这是他最大的兴趣。其实这些兴趣也都会影响到我，或甚至影响到我的儿子。那让我们成就现在的，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一定都跟也是因为我从小耳濡目染，看到父亲这样子的喜欢的东西，我也会喜欢这些东西。现在想想在我工作上或是在我生活上，如果我有一些比较专注的或比较认真的一些行为态度，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啊。那我想每一位孩子都会非常深刻的被自己的父亲影响。在父亲节这一天，我们回头想想看，我们父亲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每个人不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是无话可说的，但却又跟天父是畅所欲言。虽然我想，天父是我们心中最完美的父亲的这个投射，但是所以跟天父的关系可能会比你的父亲关系可能还要更好一点，但是我想这个关系不至于是非常的两极。那所以希望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跟自己的父亲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的。那么我在父亲节这天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美好的父亲节，不至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也祝福每一位弟兄都能够成为天父眼中的好父亲。谢谢大家。这是我们德强弟兄的分享，他的孩子还在小学的阶段。我想一个当父亲的人是一个很期待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学习效法他的父亲的样式。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位弟兄，他的孩子正在中学的时期，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的青少年，所以我们来请俊奎弟兄来分享他的父亲节的感受跟他的见证。光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俊奎，今天刚好到花莲出差，趁个空档录这段影片。因为戴口罩有点口齿不清请见谅。好，那要做父亲节的父亲的见证有点太沉重，我就分享我的看法，就是我跟小孩相处的一些想法。从小孩还没出生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小孩不是父母的，是上帝交给父母的一个责任，也是上帝交给父母的一个礼物。从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就认定小孩是他自己的，然后是上帝的，所以我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在对待我的小孩。我不会把他觉得说你要听我的。在小孩开始有自我意识之后，我们都是尊重小孩的想法。对，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在有信仰之前，在信基督之前呢，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前，
大部分人都会依照他父母怎样教导他，然后就用相同教育小孩的方式传下去。可是我在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之后，我才发现这世上的所有一切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即使小孩也是上帝透过父母放到世界上的，所以父母是带有责任，但他并不是属于父母，小孩是属于上帝跟他自己的。所以我们在对待小孩的时候，一直尊重他的自主的意念，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小孩也很在上帝的照顾之下很平安的长大，是非常感谢主的。所以我在想，如果父母跟小孩要有冲突，大部分是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而且大部分是父母的意识，父母掌控的意识太高。所以如果你能够尊重小孩的意愿，然后跟他沟通，当然有一些事情是不能沟通的，比如说安全性，跟小孩的那个自主能力还有适应社会的能力还没到达之前，我们要教导他如何安全自由的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在这个以外呢，我们都要尊重小孩的意愿，这是我的想法，个人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哈。那这是我在跟小孩相处之间的在我自己个人来说的一个原则。好，总结来说，我就把它当作是上帝放在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那也是上帝的恩赐。那我依照我的责任，完成在小孩在世上所应得的，那也完成我应该做的事情。那跟小孩的相处，就是用这样的模式在相处。好，那赖大家讲一堆，谢谢各位。希望大家跟小孩，在这个短短的人世之间，都能有很好的相处。小孩也爱父母，父母也爱小孩。然后不要把太多的责任加在小孩身上，当然小孩也不要对父母有太大的期待，因为没有一个父母是天生就会当父母的。好，谢谢各位。好，这是我们的在中学阶段的父亲他的感受跟感言，由上帝来帮助。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位是在大专学这个年纪的这样的一个父亲孩子在大专年纪的父亲，那我们就请邵文弟兄来做分享。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今天的父亲节可以来做一个见证。在做见证之前，让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感谢主，在3年前我从公司下来，在我重新思考接下来的路要怎样走的时候，刚好我太太在读神学院，我想起在年轻时候曾经有过接受神学装备的想法，那现在好像正是机会，因为如果再晚，年纪再大，读出来其实意义也不大。因此我也决定要花3年时间将道硕读起来。感谢主，一路走来都蛮有主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上神学院的课程时候，不是带着勉强，而是带着喜乐还有精湛。因为发现在学习及研读的时候，才真实的了解我对圣经真理是多么的贫乏。每堂课就如同是在挖掘地理宝藏一样，充满了惊喜。透过这样子的装备，让我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神，也因此我有了一点机会可以做一点圣经真理的分享还有教导。也感谢主，在8月底前，我的学分即将修满了。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里的宝贝比喻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此，我对耶稣真正价值的诠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我也曾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服侍神是需要放弃一些自己原来要想做的，不管是时间，不管是事情，认为是一个骄傲的事情，因为是为主来做牺牲的。其实呢是错误的。当你觉得是为主牺牲的时候，那就表示耶稣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当我们觉得耶稣真正的价值如同宝贝的时候，我们是会非常高兴的为主付出，不是为主牺牲。如同那个在院中发现那位在院中发现院中宝贝的那一位，他要花尽他所有的财物，要将那地买到。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认识神，认识基督信仰的宝贵，那我们对服事主的态度就会有极大的不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且是非常喜乐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勉之。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也要谈一点与孩子有关的事情，也是一件让我非常感谢的事。在今年暑假期间，我2个孩子刚好有空，而且有2堂神学的课程，他们很愿意一起来上，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从年轻的时候愿意接受装备，他们的受用是一生之久。箴言书22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对孩子并没有特别要求，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且能持续在基督的信仰里。感谢主，他们在高中、大学都参与团契，而且很愿意接受装备。今年的秋季，他们都要开始读硕士班，但同时也尽可能的接受一些神学的装备，有一些基础。当有机会服侍主的时候，可以参与服侍，这是一件非常感谢神的事情。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这是邵文弟兄他对他的孩子的一个期待跟勉励，感谢主，让他的孩子也能够上这个顺利的考上硕士班。我们最后来邀请于茂林弟兄，他的孩子都是在已经出社会工作了。那我们来听听这位父亲他跟他的孩子的相处的这些的点点滴滴。弟兄姐妹平安，靠上帝的帮助，我今天要来见证分享我们家里陪伴教养孩子的心情感受，社会青年篇。因为我们家里也有2位社青，姐姐佩如和弟弟伯伦，他们也都是7、8年级生的千禧 Y 世代，从小在教会长大，现在都出门在外，为工作职业正努力打拼的社会青年。职场上常常听到年轻的看不起年长的，年长的也总是看不惯年轻的。这其实就是现代社会上的代沟。有专家说，4、5年级出生的战后婴儿潮世代，以7、8年级生 Y 世代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包含对事物的态度有积极的稳健
也有追求新潮；对群体的态度，有忠于组织的，也有忠于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有朝九晚五，也有要自由弹性；对职场的态度，有重视上下层级，也有的重视团队，等等。这些都是两个世代在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社会后，行为态度、观念上所表现出来不同世代的差距，就是所谓职场社会的代沟。而这种代沟其实乃源自于青少年时期，因为青少年成长正处于追求自我认同、独立自主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代沟也特别明显。我们家2个小孩各有不同特质，也都有其恩师。姐姐曾吐槽弟弟说，无法理解数学理化从不补习的，竟然要补国文。弟弟也反讽姐姐说，很难想象有人数学考8分。姐弟俩都知道自己的特质和强项，努力追求的目标理想是什么，哪些欠缺不足的。父母如果可能多一些关心孩子的成长，听听子女的想法观念，积极陪伴参与并给予支持，子女可能也会多听听父母的经验意见。虽然说父母吃过的盐跟孩子要走的路不同，但如果能让未来路上的风景能多几分精彩的味道，又何妨？感谢主，姐弟俩都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大学，能选其所爱的科系，完成学业后又能爱其所选的工作，现在都出门在海内外，继续为所爱所选的未来努力打拼中。有研究发现，世代关系的撕裂日趋严重，融洽的家庭亲子关系更形重要。如果亲子间相互多接触、多沟通理解、多分享各自生活经验，凡事总要换位思考。一旦家庭有较多一致的认知观点及良好的亲子关系，青少年会适应得更好，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与未来就业理想有帮助，也会让孩子自己进入职场社会后有较正面积极的形象，可以缩小职场社会的代沟。箴言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职场社会上，当虚拟的网络世界成为E世代生活的常态，2个不同世代对未来也存有各自的隐忧和压力。如果让年轻的不再对上一代视而不见，让年长的不再对下一代充满偏见，专家建议互相间要愿意放下成见，谦卑学习对方的不同，谦卑看待别人比自己强。从摩西照着神的心意交棒给耶稣亚的传承互动中，我们要学习摩西的忠心顺服，凡事寻求神，及为下一代激励祷告。我们也要学习耶稣亚的遵行主命令，以尊荣上一代。如果靠神的引领，我们当父母的转向儿女，当儿女的也转向父母，2个世代就在其中蒙福了，也使传承成为一件美事。靠上帝的帮助，很高兴今天能以我们家庭亲子关系的生活实例，藉由圣经的教导，愿基督的爱滋润你我弟兄姐妹的家庭。阿们。我们这4位父亲他们的分享都相当的精彩，所以其实电视上的一些育儿专家或者是一些学者，其实都不如我们的父母亲能够更专业，因为我们的父母亲能够照顾自己的孩子都将近10几20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每一个父母
才是真正的育儿专家。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经里面也这样给我们提醒，在以弗所书的6章2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当然，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孝敬父母，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所常常提到的。但是我们所谓的孝顺父母，跟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孝顺父母，恐怕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内容。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孝敬父母，比较属于在这个荣耀自己的父母亲，让父母亲觉得拥有这个孩子，他是觉得面子上是有光的，觉得是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父母的荣耀，让父母也成为孩子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孝敬在地上的父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尊荣天上的父亲。我们常常讲，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在地上孝敬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也是在尊荣天上的父亲。所以十诫里面特别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所以千万不要误解说，好像教会里面所讲的孝顺，事实上是跟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孝道是比较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所谓的孝道，是在活着的时候要能够来尊荣，并且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够来得荣耀。所以你如何对待你地上的父母亲，也会怎么样来尊荣天上的父母亲。所以当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也当纪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称上帝为父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漫画的图画。这个蔡松辉牧师他在画这个漫画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当基督徒称上帝是父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有几样的内容在这里面。第一个，他提到说，我们与上帝是有亲密关系的，所以父亲跟孩子是有亲密关系的。每一天，孩子都跟父母亲都希望能够有美好的对话跟谈话，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跟天父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就是上帝关心跟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有一切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上帝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相信上帝必然看顾我们各样的需要，包括我们在物质上跟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帝必然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需要上可以得满足。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遵从上帝的旨意，来以好行为来荣耀他。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有好的行为，以至于他能够看到他的孩子能够让孩子成为父母的荣耀。所以天父也期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荣耀，以至于在地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那第四项就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上帝会管教我们。所以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上帝要管教他的这个孩子，就好像父亲在管教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上帝所爱的就必管教。所以有时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许也会听到，或是上帝透过一些的方式来管教我们。最后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产业，一个永恒的产业是不会失去的。所以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丰富的产业。所以耶稣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产业，好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得着他所赐的一切丰富。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弟兄们的见证，还有今天的经文，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所以以弗所书的5章第1节里面提到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所以你们应该效法上帝，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我们今天的新约经课里面读到这段的话，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应当来效法主，以至于我们好像是这个蒙慈爱的儿女。所以这里提到效法，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意思。所以叫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该学习基督的样式，学习效法上帝的样式，好让人看见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
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在13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好物。我们今天的题目里面提到，天父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其实就是将圣灵赏赐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天父的心意，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也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上帝所喜悦的样式，一个蒙爱的儿女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有几位弟兄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的4章6节，他说：“他必使儿女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这段的经文，他说：“父亲的心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来转向父亲。”所以圣灵就是用这样的工作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来转向我们的天父。天父的心来向着他的儿女，而我们的心也要向着我们的天父。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包括亲子的关系，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跟注意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不单包括我们需要跟上帝恢复有和好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在亲子关系里面，父亲跟孩子，孩子跟父亲、跟父母亲之间，也需要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临到我们的是祝福，而不是咒诅。我们就期待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来转向我们的天父，以至于天父的心也能够来转向我们。甚至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也是这样。或许有许多的人跟自己的父母亲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样的美好。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能够有圣灵的帮助，以至于我们的心也转向我们的父亲，父亲的心也转向自己的儿女。所以，这个清教徒他们的一个认知说，如果父母不以敬虔的榜样来教育孩子，那么其他的教导方法也没有用。这个是清教徒他们在一个他们对儿女的教导上面的一个认知。所以，一个敬虔的父母亲能够教养出敬虔的儿女。所以，父母亲的榜样对儿女是极其重要的。什么样的教导都比不上父母亲的一个榜样跟一个样式。那我记得以前我的在家族当中，我的叔叔他是一个会抽烟的人。那但是他有一天，他正在一边抽烟的时候，一边的管教他的孩子说不可以抽烟，抽烟是不对的行为。但是事实上他自己本身也是在抽烟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里提到说，父母亲如果不以敬虔的榜样来教育孩子，那么其他的教导方式也都是没有用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也当反省跟思想，我们是不是也照着上帝的话来行。所以罗马书8章14节说：“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灵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凡事上被引导。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他说他要差遣圣灵来，让我们能够照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来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里罗马书8章14节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被圣灵来引导，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式。所以这里提到说，圣灵会供应我们跟随与顺服耶稣一切所需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做抉择，或是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选择上帝所要我们选择的。所以圣灵供应我们，这里提到圣灵供应我们跟随与顺服耶稣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我们需要一些的勇气，包括我们需要一些的信心，包括我们需要在做决定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能力。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照着圣灵的供应，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能够来做对的事情，好叫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如同孩子效法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在这里也提到，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说，怎么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在这一本书《忠实的父母按着圣经教养儿女》的这本书里面说，如果你要教导孩子有关神的知识，那么你自己必须要先认识神。很多的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认识神，因为他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的孩子都比较在品德上面各方面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的父母亲也需要了解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不成为认识上帝的这样的人的时候，恐怕我们要教养自己的孩子是不太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把教育的工作，把教养的工作丢给了学校，丢给了教会，但是事实上在家里的时间，孩子在家里生活的时间是比在这两个地方要多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就成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引导跟教导我们的孩子来认识上帝。所以有一个牧师 Richard Baxter， 这个牧师他这样说，他说父亲有权在儿女之上。这个在儿女之上的权是什么？他说只是儿女受教育享福祉所需要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是与爱不可分割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父亲的权柄是根基于爱的关系，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父亲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好恶来管教自己的儿女。当儿女在接受教育跟享受福祉所必须要的这些的事项里面，父亲都拥有权柄来这样来教导他的儿女。所以父母亲的权柄是用来帮助他的孩子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并且能够让他们享受更美好的祝福的这样的权柄，而不是用来辖制或是来控制自己的孩子。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因为父母亲的这些的权柄是与爱不能够分割的，所以父母亲的权柄要根基于爱孩子的这样的态度跟这样的心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榜样，包括父母亲能够祝福自己的儿女，使儿女能够蒙福，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极大的教导。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祝福了以撒，以撒祝福了雅各，雅各祝福了他的12个孩子，所以以至于他的孩子们都蒙受了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能够看到身为父亲的人，上帝给予我们的权柄是要让我们能够来祝福自己的儿女，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儿女们能够成长。当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圣灵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美好的宝贵的礼物。愿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脚步，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后生晚辈，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渐渐的成长，在爱中来建立自己。所以愿上帝的圣灵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位父亲的身上。我们当父亲的都知道要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更要将他的好东西，就是圣灵来赐给我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有的父亲们，让我们都被圣灵来充满，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使我们的儿女们都能够得祝福得帮助。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来纪念家中的父亲们，他们的辛苦跟劳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用心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愿你恩待我们当中所有的父亲，他们都能够教养出主你所喜悦的，并且能够走在正路当中的儿女，到将来的世代，他们能够来影响他们将来的世代。愿你恩待我们，愿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天父，愿你将圣灵赐给你的儿女，好让你的儿女们也能够来祝福他们的儿女，能够世世代代有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在每个人的家庭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经文金句，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的地方。路加福音11章13节，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1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一起念，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13节，我们再一次来念。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13节。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相信上帝所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就像父亲给自己的儿女都是给最好的一样。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心灵能诗选237首，荣耀归主名。我们来透过影片里面的歌词因为跟我们的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透过影片来唱这个诗歌，荣耀归主名。在十架上我救主生命，靠主十架我罪得洗净，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我紧靠主，脱离罪权势，有主是常住在我心内。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于主的圣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活出神美好的样式。主宝贝血将我全释放，靠主恩典我心生快乐，赞美我主时常接近我，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感谢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要一起来奉献，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把奉献献上为祭，献给我们的上帝。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来奉献，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转账，或者是透过汇款的方式，或是透过周间，我们可以来到办公室来奉献，来献给上帝，让我们的献祭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奉献前，我们一起线上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领受你极大的祝福跟恩典。愿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主的样式，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以至于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谢谢主，我们也把我们所赚取的金钱，奉献部分在主的面前，愿你悦纳，好让我们所奉献的能够为主你的国度所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向主献呈。但我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各项的消息。那感谢主，我们最近的这样的防疫已经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也许可以即将要有一些好的开始。那但是请大家仍然等候，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的报告，并且正式的通知，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来参与实体。那我们一样，请大家也在网络上彼此的问候，或者是用电话讯息，或者是用各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在防疫的这样的一个规范里面，彼此来问安跟问候。愿上帝来祝福。那牧师也很期待跟大家来见面，愿上帝来帮助。如果我们能够有开始实体的崇拜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彼此来见面，愿上帝的祝福更多的临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那请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消息跟事项。那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第11个主日，那我们还是在线上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会在尽快的通知，让我们可以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尽快的让大家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按照规定来参与我们的主日。那同时今天是父亲节也要跟大家来预祝父亲节快乐。那请弟兄姐妹也来纪念我们父亲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有将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转到我们的台湾最南端的医院恒春基督教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所以愿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能够帮助在需要的地方。那第二项，我们因为按照规定，所以防疫的这样的一个2级到这一梯是到8月9号，8月10号开始到23号，又是维持2级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请弟兄姐妹仍然按照我们的规定在第3项的地方提到我们还是请遵守我们的室内50人、室外100人的这样的规定。那感谢主，我们的4位父亲我们的德强弟兄、俊奎弟兄、邵文弟兄，还有茂林弟兄，他们今天4位在线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个父亲节的见证。那愿上帝来祝福，那并且我们也希望上帝来祝福所有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很伟大所以我们期待每一位父亲在今天也都能够这样的蒙恩蒙福。因为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让这4位，我相信还有很多的父亲很希望能够上台来分享他们的育儿经验，还有他们跟天父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相处。所以我们期待以后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来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来跟弟兄姐妹来做分享。那主日后我们有8月份的小组长视讯会议，还有11点45分要召开执事的视讯会议，所以请我们的小组长跟执事都预备好，我们结束之后立刻要开这些的视讯。那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实体的聚会其实已经可以安排，但是请我们的各个小组还是要按照防疫的规定。那所以各小组里面如果有还有疑虑或是担心没有，就是在不安全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一样请各小组可以斟酌来安排。如果是要线上聚会，也可以线上聚会，或者是要实体聚会，请按照室内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的规定。
那春季的制服学院，我们已经陆续恢复上课了，所以请一样注意防疫的规定。愿上帝来祝福每个学员，他们的家庭、工作、生活一切蒙恩，然后让我们尽快的能够把这些的课程能够来完成。9月开始，我们会有新约导论，我们的卫理神学院有开设了新约导论的课程，那一样请我们的蔡慧秋老师来上课。那这个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延伸课程，也是期待我们的高雄区的各教会、南区的各教会有机会也可以来上课，所以期待弟兄姐妹能够来报名参加，这是我们认识圣经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请弟兄姐妹来欢迎各位来报名，并且我们这是有学分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欢迎各位来报名来参加这个上课。那我们的5月到8月的读经计划，也请大家来关心，期待弟兄姐妹都能够持续的来读经祷告，让我们的每一天与上帝有美好的见面。8月21号，我们有全国姐妹会的线上夏令营，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如果愿意参加的，可以向师母或者是刘慈美组长来报名。8月10号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就截止了，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弟兄们要考虑参加。那我们的姐妹们如果愿意参加，请向师母或是刘慈美组长来报名。那其他的部分肢体消息，请大家自行来参阅，因为我们有各自法的关系，请来参阅。那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最近要打疫苗，或者是要这个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就医的部分，我们都来关心，并且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下一周的服事表也请大家来关心，我们请下一周的服事的同工也请注意我们的这个服事表上面的安排，然后我们来参与这些的服事跟侍奉，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预备来领受祝福。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你恩典的当中，特别在现在我们的这样的疫情的当中，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大得平安。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无论在哪里，祝福也随着他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散会。那我们在结束前，一样我们会把我们的奉献的事项放在投影片上面，请大家来记得这些的奉献的事项。然后订阅之后，我们再行离开。